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新北市永和区立委的这个里长曾明恩，可能是为着要这个争取伊的声量加上水的里长单指如化讲啊，若是要保持良好的形象，就要避免花边新闻。这个话一个讲出来，真侪人真不满，尤其是第一时间回事的时，佫自称是经验的分享，因为比较较资深，又佫引起网友反弹。这个曾明恩的电话，和网友较强要小气，爱伊替选。党内嘛，真个批评声音，内地部本来要甲主席赖清德这个翕竞选的定妆的相片嘛，紧急法庭诚挚的道歉。对镜头3摆鞠躬会室内，准备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新北市永和区立委的曾明恩，今日讲伫了面册评论陈主如里长的谈恋爱新闻，爱里长保持好形象啊，莫去吸到花边新闻。这个言论讲出去，互民众是看袂做，网友嘛拢爱伊退选。应该谨言慎行。那不管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会再仔细的考虑清楚，再发言。我相信这个压力也是我一个成长的养分。我没有退选的问题，那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征召，我还是尊重党中央的决定。强调家己参选到底，不过唔拿主流的支持者看甲真气，党内嘛该理解无一点好。因为曾明恩第一时间回室内时，拢讲是经验的分享，因为家己较资深，佮讲是因为压力受大，才甲本奖提掉，佮一摆互党内看袂出。我实在是无法苟同。简单来说，两个单身的人谈恋爱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希望庄里长在道歉的同时，可以知道这种过时的性别认知，不该是代表民进党的声音。女性一个徛出来甲伊骂，前立委谢欣雅嘛讲，提名这个镜头的是对选民上大侮辱。旧案吴派又嘛讲，批评这个成年女性谈恋爱，真害，而且佮莫名其妙。啊，是我到打，敢向主如回失了啊？想问您有没有接受他的道歉？因为我手边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可能这次比较重要。社会大众讲很多了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大家，里面喝茶。就是之前有在群组里面有想要跟子瑜这边亲自道歉，那他爸爸也非常的生气。那我想今天下午我会再跟子瑜联络。原本下晡要和党主席赖清德翕定妆相片时间，嘛赶紧活动起来，想要拍电话到有关声势，却因为讲话无够站实，可能爱面对红换将的危机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